国政府近年在新疆例行严打维安行动，光是2017至18年间就有23万人被判监禁等刑罚。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纽约时报》分析未经报道的中国官方数据，进一步发现，在过去2年里，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士被逮捕、审判、入狱的案件大幅增加，但许多指控和定罪根本相当薄弱且草率。在东突厥斯坦，囚犯入狱5年或以上的比率为87%，而中国其他地区则为14%。哈萨克斯坦长老进的反对中国扩张政策的示威活动，后来传播到哈萨克斯坦的各个地方。9月9日，示威者聚集在樟脑近市，抗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将于10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示威者表示，为了防止中国的扩张，政府必须立即停止来自中国的投资。托卡耶夫总统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示威者，说滥用人民的感情会引起社会动荡。他还指出，外国投资是发展的先决条件。据报道，将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大手笔投资2800亿美元，主要用于受美国制裁的领域。北京政府还打算向伊朗的工业基础设施投资1200亿美元。此外，中国还能在伊朗部署多达5000名保安人员来保护自身投资，以及部署更多人员保护包括波湾在内的石油供应管线。据《石油经济学家》杂志消息，根据伊朗石油部提供的信息，该投资将根据中国与伊朗签署的新协议实现。在协议框架内，中国会在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中获得32%的优惠。包括土耳其在内的5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呼吁停止印度在长莫可什米尔的人权侵犯行为。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届会议第2天的重点是可什米尔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会议上就可什米尔问题发表了长篇演说后，各国代表采取行动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准备好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没有前提条件的会谈。在被问及特朗普和鲁哈尼是否有可能本月底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会面。